我安各位观众，欢迎继续收看咱台视11点台记新闻，我是郭怡中。新闻都开始先带大家关心11点上新的消息。总统撰文和网络红军保德王合作翕影片，保德王昨日人面册讲，中国方面合作的业者要求袂当有总统能力，搁在乌白解保德王伫咧微博的号头甲号码，已经引起到伊无法度入去内底。保德王嘛已经讲和对方已经解约，伊讲若是袂当称呼咱国家的元首是总统，安尼这条钱无谈嘛准拄煞。总统会知影嘛有详细的回应。我们当然是觉得非常的遗憾了啊。那这个是起因于我到高雄去了解我们这个新媒体的公司哦，在高雄发展的情况啊，同时也去了解啊年轻人从事影像创作的工作的情形了哈。那这个事情的发生对台湾社会来讲是一个很难以接受的事情。我们是一个自由民主的社会啊，大家都可以自由的创作哈。那甚至于称台湾总统也是很自然平常的事情哦，甚至连总统都可以聊一下这样子的情况啊。那如果连台湾总统在影片上都不可以聊一下的话，我觉得这个对我们的民主自由跟我们所大家共同珍惜的价值是一个很大的违背跟违反哈。那我们也要跟我们的波特王还有我们所有的工作同仁说一声辛苦了。总统想要请教一下郑波特王的事情，因为他曾经担任过高雄的代言人。那但是韩市长对于这件事情，他的说法是政治归政治，经济归经济。他谴责的是中国的厂商。总统怎么看一个总统候选人？我觉得我们这段时间累积了这么多的事件，在中国确实没有所谓政治归政治，经济归经济的这件事情了哈。只有我们确保我们的民主，确保我们的国家安全，我们才有我们经济跟创作各方面的自由嘛。那我也希望我们大家可以珍惜我们的自由民主啊。那因为这一切都是我们一切这个经济跟很多的创意跟创作的一个最重要的条件。总统这次韩国瑜他在第一时间就出面声援波特王，会不会觉得他有点反常？去问他好了。总统请教一下，因为联合报民调是今天是做关于蔡政府施政的部分哦，然后他是表示说有13%认为，他也有做支持度了啊。对了，那你会说韩国瑜他们不看支持度好，但是我想问的是说，关于那个13%，有人认为比以前好，有29%认为没有比以前好，但有49%认为是差不多。我不知道总统你怎么看？他们的标题是说有低于30%的人认为没有比以前好。我想哈，我们这个总统的执政的第一个任期，其实都是打底哦，打基础的工程嘛哈。那我们也花了3年啊，打了基础啊。那今年我们也看到这个绩效一直在出现啊，人们也开始感受到说，我们这个执政啊，确实是一个很扎实的执政。我们着重在打基础，然后在基础打好以后，我们就会看到陆续会看到我们的成绩。那我相信我们未来4年，各位可以看到台湾人民也可以看到更多更好的成绩。文轩好。请问一下，因为内政部的政次陈宗彦他在辅选活动里面，他有说到政党票投小党是浪费，甚至他也有说，如果原本要投你，可是投错人的话，就多盖一格盖成废票，这样是不是会违反行政中立？您怎么看？这个陈次长已经出来说明跟厘清了哈。那我要在这里说的是，政务官